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的84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84篇，克拉后代的诗，交予圣乐长，用家己的乐器伴奏。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我的心神永我的上帝欢喜唱歌。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你的祭坛边作寿。连婴仔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囝的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上锡兰山朝圣。因经过的大小山谷，拢变做泉源，秋雨降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兰朝见上帝。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压耳孔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殿院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点伫邪恶的人的厝内，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公营，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今天这首诗篇84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那可拉和亚萨都是利未3个儿子的后代，那也是在大卫时代所设立的诗班。那这一群的利未人非常的忠心，也有上帝给他们恩赐才干，让他们能够用各样的乐器，或是有各样子上帝所给他们的看见来写诗、写词、谱曲，然后记载在诗篇当中，能够不断的传唱。这首诗是一首赞美神圣殿的诗，也是一首聚会的诗，里面在呼吁百姓要到圣殿来朝圣、来聚会。那这首诗的背景有可能是在以斯拉记的第3章就是主前的535年，就是被掳归回之后要重建圣殿的时期的背景。那跟诗篇当中的42篇、43篇，这都是可拉后裔的诗，讲到流亡异乡者的祷告。当他们被掳的期间，在异乡没有自己的圣殿，而他们心切慕如露，切慕溪水，心可想神永生神几时得朝见神，昼夜以眼泪当食物。那诗篇42篇，43篇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赐我喜乐的神那里。神，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谢你啊！好，那可能有同样的背景。好，那这首诗，好，那如果在节期当中，也可能是祝棚节的诗。那这祝棚节跟我们前面读到的诗篇81篇同样的时期，诗篇81篇讲到要在初一、15新月满月的时候来称颂，而这个祝棚节也是在秋天，那也是可能这首诗篇有同样的背景。那这首诗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段来看。好，第一段是1到4节，讲到诗人内心渴望神的殿。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燕子为自己找到了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他们不断地赞美你。那这首诗篇一开始讲到把上帝的家、上帝的殿成为一个他心中所要向往、神往朝圣的地方就是但是这个殿不论是已经被毁，或是这个殿离他很远但是他一直想要来朝见神，所以
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啊，就是用整个身心来向主唱歌。所以所唱的歌啊，不是只有嘴巴张口，而是从心里面，甚至整个全身全人，好来向神来歌唱，好心中的那份对圣殿对神的渴慕。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好，那就是在圣殿呢，上帝的祭坛前、祭坛旁边，这个鸟也可能在那边来筑巢，燕子也可能找到了安置雏儿的窝。那他用这样的情境画面，那想必这个诗人啊，因为是可拉的后裔，他们都是在圣殿工作的利未人，所以他们大概有见过这样的情境。那所以他们想起，好这些鸟儿，好也是住在圣殿的屋檐下，或是住在祭坛的旁边，在那边筑巢搭窝，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能够在圣殿里面来出生。所以他不禁羡慕这些鸟儿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他们不断的赞美你啊。所以这首诗也是讲到这一些的利未人或是亚伦的后裔祭司，他们就是住在圣殿里面工作。好，那他们以圣殿为家，好，那每天都是在圣殿里面好来服侍神。所以就是他不会因为这样每天在圣殿、在教会、在上帝的家觉得厌烦，而是呢以此为乐，好，而且以此为羡慕，好，特别如果是在他们被掳之后，或是他们准备被掳归回，好，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更加的强烈的渴望那个圣殿，好，连那个住在圣殿大窝的燕子或是麻雀，好，他都非常的羡慕。第二段呢是第5节到第7节，讲到一个朝圣的人，就是前往圣殿的人，是蒙上帝的恩典和赐福。第5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喜安大道的这人有福了。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喜安朝见神。那这只有短短的3节，但是这3节呢是一个行动啊，就是不仅从心中向往啊，就是从一开始的1、2、3、4节，我羡慕可想神的愿语，我的内心我的肉体要永生神来欢呼，而是从这心中的力量化为实际行动的力量，好，往西安往耶路撒冷锡安山来朝圣。这人有福，有什么福呢？好，这个福不是平白降下的福，这福是他们经过流泪谷哦，好，这流泪谷也有翻译成叫做干旱的谷。好，那这个就是好，可能是在干旱贫乏或是人生的经历，却这个上帝叫这个谷呢成为泉源之地啊，好，泉源之地的意思就这个谷变成泉水，变成湖泊。好，那就是这本来是干旱的地方，好，但是呢，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好，而这个干旱疲乏的地呢，却成为泉水泉源，是一个蒙福，而且呢，还有秋雨之福盖满的全谷啊，好，所以这秋雨算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早雨，好，那所以也会跟祝棚节连接在一起，好，这个春雨、秋雨，啊，因为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好的雨季是在春秋，好，那所以在这个夏天的干旱贫乏的时候呢，到了秋天，好，这个天降甘霖，好，让这个贫瘠，让这个干旱，好，让这个流泪谷却成为了泉水泉源幸福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前往锡安朝圣的人心中向往的人，他们在往神的路上走的时候所经历的福气。第7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就是越走越有力，所以我们说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信上加信。所以这个情境呢，就是有点像是以赛亚书40章30节啊，那等候耶和华的，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啊，40章31节。好，那也讲到的就是他们如同是一个像去朝圣的一群使者，要在那里来朝见上帝，到锡安来敬拜神，所以他们行走力上加力，
并且呢，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越走越有劲，而不会一边走一边流泪，想要回去。好，那所以这也是一个节期当中朝见神好的诗。而最后一段是从第8节到第12节，万军之耶和华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神啊，我们的盾牌，求你观看，求你垂顾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愿语一日胜似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福气，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有福了。那所以第3段呢，讲到了要为在上位者来祷告，为君王来祷告，而且要颂赞上帝的美好。第8节讲到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垂听我的祷告。好，这个诗人从心中可想神的殿、神的愿语，一直到他从心动变成行动，好，经过流泪谷，让这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行走力上加力，到达锡安朝见。朝见见得神之后呢，他的祷告是什么呢？好，第9节，上帝啊，求你看顾我们的王，好，就是求你赐福给你所选立的君王。好，和本说垂顾你受膏者的面啊。他把神形容是我们的盾牌，那这盾牌呢，又是一个保护，所以他花这么大的力气呢，是来为他的国家来祷告，为那受膏者，就是指那君王来祷告。那为什么要受膏者君王来祷告呢？好，其实我们如果把这首诗的背景把它连接起来，好，就知道说这是一个亡国时期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诗。好，那为什么这个国家会亡国？为什么会被掳呢？好，是因为他们的在上位者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当与神的关系好，这个国家就能够稳固持久；当与神的关系不好，这个国家呢就带来灾难和祸患了。所以呢，这个诗人汲取教训，好，来到圣殿，不是只有为自己祷告，要为国家祷告，为在上位者祷告，为那受膏者君王来祷告。在你的愿语一日胜似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这一节第10节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诗。在神的殿中看门呢，就是指看门是指守护门槛真的就是把这个门的门槛，就是看着那个地方，看守着。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上帝为尊为大的地方。好，即便要为君王、为受膏者祷告，但是呢，如果不把君王跟神的殿相较起来，这个诗人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而不愿到皇宫当中。他知道这个更重要的神，所以在神的愿语一日，胜过在别的地方皇宫当中住上千日啊。所以宁可也不愿住在邪恶人的帐篷里或是家里就是绝对要与这些神所不喜悦的，或是这些拜偶像的要划清界限。11节，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福气，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他把神形容成是太阳，就是光照义人，也形容是盾牌，是保护神的儿女，还要赐下恩惠，还有荣耀，就是做神的儿女一样好处都不缺，没有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不赐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也就是那些义人。正直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翻成完全的人，或是健全的人。所以呢，可见呢，这个诗人深深的感受到亲近神，更胜于亲近君王，更胜于亲近世人，更胜于亲近恶人。最不可取的就是亲近恶人。你绝对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最后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有福了。所以这首诗的结论就是从可想圣殿神的殿到采取行动，到最后呢，来到万军的耶和华面前，
所以这个神呢，好，从第1节是万军的耶和华，第3节万军的耶和华，第8节万军的耶和华，第12节万军的耶和华。好，这个神呢，好，是一个为他们征战的神，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为信仰、为圣殿、为生命在征战的神。但是呢，这位神呢，是要用信心来倚靠。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诗篇，也是一个相信也是一个非常美的旋律。当我们不断的反复来读这首诗的时候呢，更能够看见我们真的是以神的家为乐。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神的殿，就是我们神的家。盼望我们能够从今天这首诗篇当中，能够向往教会的生活，前往教会的生活，能够勇往教会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诗篇84篇，提醒我们每次聚会都是一个从心动到行动的过程，每次来朝见上帝都是一个经过流泪谷，而让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能够盖满全谷。让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来服侍你，都是行走力上加力，信上加信，恩上加恩。当我们朝见你的时候，也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第一要紧的就是为那在上位者祷告，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为我们的君王领袖、总统来祷告，使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话，也使我们能够在这地上安然度日，能够得主的祝福。也求神提醒我们，在神的殿宇愿与一日胜4000日。我们能够每一次来到教会，能够来敬拜你，来聚会，不论是小组或是祷告会，或是读经，或是做志工，或是做各样的服事，都胜过在世上千日。也求你帮助人帮助我们不要进入试探，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好叫神，你把各样的福气赏赐给每一位行动正直的儿女。主啊，依靠你的人有福了。让我们一生一世永远的依靠你，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